狼牙山玻璃栈道。一天就是好吃啊，就是好吃。你还整什么你？你还整什么你？快走，走！别跟这肠子里面的任何东西慢慢来，看到没？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。对，OK。OK。外面回族了，我这边回族，什么？大哥，这忒高啊！哎呦，这个，走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等着我，大哥。哎呦，走。哎，忒高，大哥，我们下不来了，我忒。特播前往最火暗开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BQQ479，BQQ479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